佛法嘅文獻以漢語嘅收藏最為豐富，經律論三藏以中國大乘佛法嘅搜集數量、編制分類為全世界之冠。凡研究佛法嘅學者必須涉獵漢文嘅藏經。點解漢語佛經咁多姿多彩、咁浩瀚龐大呢？呢啲係古時無數中外高僧大德用生命換取得嚟嘅法寶。佛法自從秦朝開始傳入中國之後，有好多偉大嘅外籍僧人，當時稱為胡僧，從異國長途跋涉，翻山越嶺嚟到中國傳教嘅。例如西域安息國嘅皇太子安世高，安息國即係今日嘅伊朗。佢嚟到漢普之後，努力學習漢語。到後來完全掌握咗漢語之後，翻譯咗不少經典，好似《安波首爾經》、八大人國經等等。又有從西域月支國嚟嘅支婁迦讖、支謙、支亮法師。月支國即係今日嘅阿富汗。又有西域龜茲國，即係伊拉克嚟咗佛圖澄同埋鳩摩羅什。印度嚟嘅竺法護、康僧海、曇柯迦羅、迦葉摩騰、竺法蘭，呢啲都係祖籍印度而後來定居漢土，弘揚同翻譯佛經嘅開墾者。佢哋千里迢迢從克什米爾入西域、新疆、伊朗、尼泊爾嚟到中國弘揚佛法，帶嚟同埋翻譯咗佛經，成為中國佛教文獻嘅基礎。後來陸續有中國僧人遠涉天竺，即係印度，求學佛法，同埋將大量佛典帶翻中原。最先立志西行嘅漢人係朱士行法師，三國時代人，但係佢只係到達咗新疆嘅邊境。後來東晉嘅法顯大師以64歲嘅高齡，經過崇山險嶺、上無飛鳥、下無走獸嘅沙漠，遠赴印度求佛經。佢逗留咗印度7年，回國嘅時候已經係75歲。到咗唐朝，玄奘法師經過絲綢之路，遠赴印度，逗留17年，帶咗大量佛經翻中國。而同時嘅義淨、慧日亦都係冒險西行往印度求法嘅代表人物。各位，中國佛教文獻經律論三藏有將近8600幾種，係人類歷史上罕有嘅宗教哲學文獻。佢嘅質量可以話係前無古人嘅，就算你用一生嘅時間，亦讀之不盡。呢啲人類文明嘅遺產，係歷代高僧大德，包括遠從印度、中東等國嚟到中國弘揚佛法嘅胡僧，同埋經絲綢之路去印度求佛法嘅中國僧人，佢哋用生命換取翻嚟嘅宗教哲學同歷史文獻，係東方文明嘅寶藏，人類智慧嘅結晶。